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吞霄的囡仔呀，囡仔姊，来，就是这个所在啊！你敢知影来阮的节目主要是要创啥无？提金考啊，想要摕到啥物物件？宝藏啊！你感觉你今仔日敢有机会摕到宝藏？有啊！你平常时敢有咧讲台语？少啊，无要紧，今仔日袂晓讲嘛，无要紧，今仔日来遮就是做伙学习咯。招宝是阮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招梦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伊仔兄，囡仔姊，队长，大家好！哦，小朋友，你敢知影？咱台湾的这个选手啊，伫咧奥运的表现哦，真正成绩拢是100分啊！想要问这个囡仔兄、囡仔姊，你若是有一天会当代表，这是咱台湾去参加奥运，你想要参加什么运动的比赛？我想要跳水。跳水。跳水哦，跳水哦，垒球、垒球、游水、游水、篮球、篮球。篮球，哦，大家哦对这个运动哦，拢真有研究，希望大家哦拢是未来的人才，你讲好不好？好。希望你今仔日咯会当好好啊表现，提出你的困难，会当摕到宝藏。那呢，起码就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困难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阮是吞霄好气头，出发！欢迎光临。村下的小朋友，来到这个所在，来，咱先徛一排，现身！我今仔日带4位小朋友要来甲你好好挑战一下，小朋友你准备好未？好啊！好啊，我准备好啊，会当开始啊。我还未准备好，你还未准备好，啥做你还未准备好？我无按算，互恁来挑战。你今仔日跟平常时无共款，敢讲你是破病？我只是有个性，你有个性？我想要变做一个有个性的人。因为大人拢讲我人好，所以我今日要无甲共款。唔是你敢有颠倒病，安尼无好啦。其实我嘛是安尼想啊，只是讲我嘛想要有当时啊，甲人无共款啊。啊，无你今仔日买，你若是今仔买啊？今仔日买。无安尼啊，无你讲一下，你敢有甲人颠倒病的经验？人叫你往东，你硬要往西，敢有这种？我袂呢。你嘛是人好我嘛是对无？人好，嘛是安尼较好斗阵啊。是啦，啊，恁敢有这种经验？敢若有呢。什么？亲像啥？你讲我听看卖。妈妈讲莫摕手机仔来耍，我会去摕。哦，会对，这就讲颠倒病吼嘿嘿。什么代志？阮妈讲袂使看电视，我有偷看电视。而且是用可能因每一个人厝内面拢有无共款的规定啊。我知啊，无你连刚甲妈妈讲我要看非常了不起，妈妈就讲好，互你看。对，拜一个拜三吼，好，爱去看啊。好啦，头先恁的队名叫做吞霄好气头。吞霄，我毋捌听，我敢若知影听过通宵呢。因为通宵的古地名是吞霄，哦啊，毋过因为道卡斯族哎，改做走吞霄虾，然后个变做通宵。通宵。哦，过去有一段历史啦。啊哦，就是演变到即马，就吞霄改做通宵。啊。哦，
好感谢你倒来这个知识，互我熟悉。多谢你。今仔日我捌传真侪好耍的，要来甲恁交流一下。好，恁准备好未？好啊！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叫阮的名，咱的大猩猩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新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咱台语甲华语啊，有当时啊有一寡字是同一个词，啊毋过念法是颠倒变的，就亲像山崩，咱会讲啥？崩山对，后退，啊咱会念啥？退后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即马想看觅啊，敢有搁啥物事是亲像即种念法是颠倒变的？客人，客人，对啊对咧，哦。春秋，啊，春秋水哦，水哦，啊，搁有台风，红台，嘿，真水。安尼，即摆人要考验的，甲这种有关系。同少出现两三个出来，好啊，加油吼！来哟，准备卡，开始。开始啊！啊，无心了，来，加油啊，加油！下底嘿，真好。人体嘿，看一号的，看一号的吼。里边嘿，里边。菜色人心嘿，对，嘿，用心。来哦，真好哦。脑力老力，孤等，久等。唔知啊，快紧，来个。草生嘿，超生。食巴拉行紧招，唔对，快紧，走，阿志伟，快紧，快睇出。春秋，嘿，真好，还有春秋头先嘛你讲的。我来去 pass。桂兰好，真好，可以的。那后嘿，那好。唔知，什么会？来，看下。溃烂好，这位，加油哦！名色名声嘿，来，米菜米菜又有米菜哦，菜米、米菜、苗丝，这讲我惊苗丝，气咸气咸，你唔通气咸我。过关啊！哦，真厉害哦！看卖有倒位去无讲着。伊倒，伊豆，台路拼音无？嘛伊倒。伊豆，啊，食什么？惊什么？加巴拉，开始，我甲你回事，迄是我袂讲的，迄是我讲算笑的。是咱是食软惊的，哦，是假嫩惊呢，嘿，这就是你讲哦，人欺善怕恶，就是敢若哦惊歹人啦。哦，安尼了解无？加工，加工，啊，咱华语是念啥？公鸡，嘿，加工，哦对，加工好。什么会？什么会？就是有诶无诶。啊，敢有听过这个词？有诶无诶？什么时阵会用到？就亲像我伫讲诶什么巴拉连有诶，拢是有诶无诶。无诶，迄听听诶就好啊。讲就讲有诶无诶。有诶无就是无营养、无意义诶。来，咱个看觅啊，这是歌诗，歌诗华语啊，诗歌，嘿，歌诗。恁拢总摕到15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是哦，咱保持这个笑容、甲屈势、甲拼落去，好唔好？好。
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卡。台语上练长，咱啊顶的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步落来进前，看有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现时咧耍游戏进前，我想要请问一下，恁敢有试过什么特别的动物？无说你去我掠到的神人啊，神人，厝的足侪神人啊。足恐怖。啊，毋过今日哦，有一个小朋友饲一只动物嘛，足特别，因为这个游戏是咧形容嘛，对这个小朋友要形容，互你听看嘛，互你摇看卖。咱摇看卖，伊是啥吼？这什么款的？噔噔噔噔飞飞，什么色的？白色，噔噔飞飞飞飞。笑笑。哎，你饲我，你真侪钱呢？噔噔贝贝，啊，还有什么耍手无？还有啥物算数？它伊会喷什么物件来写创啥？几个字？塞塞的三个字哦。啊，伊洗伫咧倒位？头来的，洗伫咧头内底。头内底头来的。啊，安尼就是迄啊，嘿，迄落六角菇迄种的。六角菇。六角菇的细汉的时阵，六角菇细汉的时阵叫啥？给不它，鸡母。鸡母糖，那我直接去饲只六角菇，那有想要先饲鸡母糖？你想要看伊这规个变化是毋是？即马恁就是爱尽量形容，袂使像头前安尼伤笔数，尽量甲讲出来，讲互因听，伊才有法度摇着，安知无？开，好无？加油哦！金来卡，开始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两个字。两年啊，卖，卖六年啊！笔啊，毕业，你讲毕业呗？对。哎呦，关键六年啊！是海，上大的上海，大的海。太平洋，哦，是啊。袂很厉害几哦。个字？两个字，什么色？谁讲什么色啊？是啥物色无毋对，不过重点是伊看无这是啥物色。这什么色？等下被 pass 了，pass。pass 哦，好来，是一种几个字？两个字。会当出海会当出海。捕船，会当钓鱼的。啊，鱼啊讲着。哇，后一题后一题。几个字？两个字是一种海来的，就派来的，就派海内底做歹。会抓鱼啊，人抓鱼个抓。水。几个字？三个字是顶，倒位就有钱的，就有钱的。哎呦，袂很厉害哦。两个字，两个字是一种海顶管，伫咧海顶管。会当坐就坐人，会当坐足侪人足的，侪人啊，伫咧海的。就大出大的。会当出去耍的，游轮，嘿，水。几个字？两个一个一种糖，一种去采花，伊会去采花。彩花。黄色甲黑色会定人黄色甲黄色。水啦，旁边。两个字，两个字会当咧海内底，是伫咧海内底。啊，开了解开。我咧看起来上起码有半个金箍箍，表现了真好。咱看卖到底得到几题？赢来。啊，这到底是什么色？恁看有无？咱做伙念一解。肤色，肤色。肤色敢知影是什么色？唔知。灰色，对，灰色。啊，肤色，佮通安怎形容？肤色，头壳，啊，涂骹，阿摩头，嘿。真好。来看卖后一题，鱼船。鱼船。头前是无说你讲到鱼，对毋对？陪险你形容者，会使出海，会使出海，嗯，会当掠物件，海产，掠海产，掠海产，讲掠海产就使啊啊，。还有哦，讨海人，鱼游婚你有啥物想法？交通，毋是交通工具，一个工具，一个工具。刚海上的工具。爱配什么人？配三个字。讨海人，哎，讨讨海人。海人，讨海人的这个工具。
好好，来看后一题，安怎念？旁边芳蜜其实头前即题你是有讲到，啊，毋过哦，形容的甲药的是两件代志，嘿，因为形容的是你讲芳，会飞啊，你药就是蜜芳蜜，食的，嘿，是无共款的。嗯，所以爱安怎讲会佫较准滴滴啊？食起来甜甜，真好。啊，搁有黄啥？生讲一个嗯，啊，你互金星讲啊，金星金星头先升落来，金星你感觉？色的，嘿，对，当含水到这会，哦，含水做伙啉。好，隆重摕到6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真厉害哦，两个拢摕到啊，上尾关哦，加油！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将动物赶转去因的厝，另外两位按题目做句。你们早赶伊起来进前，讲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。探险队员，恁的骹手要较美哦。我甲恁讲哦，恁即摆听好详细，因为即关哦，你爱甲动物压入去，对毋对？会要转去厝的，对毋对？有一寡秘诀，我甲恁讲，恁就是安怎，一开始会较大力的，会较大啦，会飞上大力愈大力愈好。啊，毋过较过食一半了，就要开细力，轻轻啊。按一人爱一人一边，袂使徛咧同一个方向。你一人一边安尼控制方向才会准，安尼知无？陪音，你平常时敢有伫做啥代志？你感觉做起来特别顺手的？写文章，写文章哦，写作文。做文哦，啊，邓生咧，拍球，拍球哦，啊，你是拍什么球？乐棒球，迄是台语要安怎讲？对乐乐棒啊，乐乐棒。反正即款哦，就听我头先甲恁讲的遐一寡美感，安尼就通啊真紧，甲动物赶转去，好无？好，安尼请一位，请一位。蔡志伟，来。好，加油哦，拢一位啊，尽量哦，加速哦，现在卡。好，开始啊！较大来，较大来。啊，较大来，这不会嘿，你的朋友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走出去啊！走出去啊！一开始较大力的，嘿啊。好吧，即摆较轻的，较轻的，较大力。搁一输啊，搁一输啊。输啊！好，有啊有啊，来，来这。搁一输啊。是啦。好，有啊有啊，来，小朋友来这。嘿，歌天首歌要唱牛毛衫，好，来噻，记得记得记得。算一个。哦，你一人一个，较大力，较大力。这新的动物嘞，四卡，四个，四个。啊，这讲谁嘞？你莫阿比亚在做啥？你不乖呢？你食个无乖啊？好，轻轻啊，轻轻啊。四卡，四卡。四卡，哎呀，甲爱来这动这是阮的新朋友哦。小朋友来这。莫讲这件代志，连你嘛是骗我的。足疼的啦，莫拍狗啊啦，你爱哭较低啦，拢徛伤悬啦。我到，你看什么？你看什么？你去啊！哇，你厉害！放风吹时，爱伫天顶吹风。哦，对，放风会吹使，时间到，好，你搁想要去倒？搁想要去看加比亚哦？无，好，咱做伙来复习哦，看第一题。油毛衫甲寒天，寒天，头先是安怎讲？歌天爱伤寒时爱穿羽毛衫。好，有分，来，换你试看卖下一，看无共款的讲法。寒天的时阵，足侪人拢穿羽毛衫。水啦，安尼真好啊，好啊，毋好搁捌裤啊哦。你头先一直捌裤哦，徛袂使动哦。好好好，真乖。莫讲安怎 lens，来金星换你试一个，试看卖下一。你连这道题拢袂晓。哦，莫讲你，连即个题目你嘛袂晓。
你莫讲你，安尼敢有通？安尼敢若搁差一个什么物还有件？其他的无？应该是讲，听讲智慧之神真有名。这样有名。 35岁，莫讲你，连我嘛唔相信。想起啊，30个。你是给？啊，对，安尼知影无？好啦，我咱后一题，风吹风，来陪因你试看卖是。我休困的时阵上介意去公园吹风顺耍放风吹。你看，较拍拼的时阵就接出来啊，对不对？想到啊！想到啊啦。好，咱来看卖，恁钓到3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3个金箍箍，哎呦，安尼就是有3届摕宝藏的机会啊。敢若有机会摕到啊？唔知到底摕到无？现在个。3届机会啦，应该是介简单啦吼。当尾山牛9号哪里？你想要选倒一个9号？9号。就好。好。对，手放去，就好。听到哦手放去。我讲车起落，才起落哦。车起落。啊，无。 9号康康。 9号康康，对啦，安尼。你讲啥？当尾山牛。手甲放去。啊，轻轻啊。当尾山羊。万不离，若真正对，爱较欢喜；啊，无对，咱还有一届机会，好无？别放弃。当尾山羊，车起落。啊！ 9号。要变啥？回回路。较大声，要变啥？回回路。有机会无啦？手放去。我讲车起来，起来哦。哦，真紧张呢。梅花鹿，车起落。颁奖。今天拜年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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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得到的是咱的趣味倒椅，趣味倒椅。哇，这组嘛是个新的呢哦。对，最近新的哦。啊，内面的内容是算啥呢？伊这就是内底也是以这个形吼为主，安尼伊就是会使有这个降落伞安尼。你安尼甲弹落了，看伊降咧倒一个所在。这有足侪国家的真哦。够水呢。嗯。你敢有算过？无吼，啊，等于找同学好啊算，好而且爱用台语算，水是说甲学起来，好唔好？好。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学台